姐姐，放开！姐姐，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是这次我不已经死了还要在这儿住，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真可怜呐！太可怜了。啊，乱打！哎呦呦呦！哎，你说啊，可怜呐！是啊。哎，你们看，那边挂个人吧。英雄哥哥也在那边。你看这下场。那个人怎么了，姐姐？你认识那个人？好像是我爹。啊？是你爹呀？不会吧？不会的，我一定是看错了。不会的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无论是贩夫走卒，还是公侯将相，只要是和朝廷作对，得罪了9000岁，就是这个下场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吊在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杨涟。爹，姐姐，姐姐，放开！姐姐，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是这次我不让。火影哥哥，别跟着我。放手，姐姐！你看，官民那么多人吗？你现在却送死啊！那个是我爹，他死得这么惨，你放开！呀！哎，是英雄哥哥。妖人，你干嘛点他？你先别说了，赶快带少爷回去。干嘛呀这是？相公。又笑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我都想说走了，没那么容易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认错人了。大胆反贼，不准走！我说了，我不是反贼。还狡辩！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喊反贼杨涟相公。我哭错人了。即便你们不是夫妻，也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拿下！哎呀，押回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是。快跟我走。憋死了！是你救了我。这是哪儿？你问的这不是废话吗？我是个老鸨，又不是尼姑，这里当然是醉月楼。你以为是尼姑庵呐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个知书达理的贞烈女子。你要是想逼娼为良啊，不，逼良为娼，没门儿！哎，谁逼你了？我这不是救你吗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欠你的人情，然后让我陪酒卖笑报答你。哎呦，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也太有想象力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有那么坏吗？我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我可是个有妇之夫，我要去找我相公。不许离开醉月楼，给我绑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知道我力大无穷吗？听见没有？放开我，快！我知道啊，普通的绳子是绑不住你的。可是我早有准备了，我叫他们准备了一条泡了水的牛筋。你是挣不断的，不信你试试。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想逼良为娼，哼，没门儿！乖乖在这待着吧，我去换衣服去了，好好看着他。哎，快来快来！哎，原来被吊在大街上示众的尸体，就是东秦他爹杨连阳大人。是啊，
冬青姑娘一心想给她爹收尸，我想拦都拦不住。所以你就把他给打晕了？对呀，马尚飞，这次你做的真好。经常这样。马尚飞，你还知不知廉耻啊？沽名钓誉，粉饰太平，非其功而居之路，乃君子所不耻也。打晕姐姐的不是你，是英雄哥哥打晕的。哎，你说的英雄哥哥，不就是那叶红影吗？对，就是那狗贼。这个神机营的狗贼，一天3变脸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花姨，外面有3名自称是袁崇焕将军派来的人，想见你。袁将军派来的人，一定是13铁骑来接应我们的。那我去见他们吧。哎，慢着，先别急。这13铁骑我们谁也没见过，谁知道是不是官府派来的奸细？我先去探探他们个究竟。杨伯伯，我有心救你，可我无回天之力呀。在下石破天，岳新川。讲了，咱们兄弟3人是奉了袁崇焕将军之命，前来接应顾县城大人的遗孤的。我也听风尘双侠说过，3位莫非就是袁将军座前的铁血13骑？啊，正是。这13铁骑不会只有你们3个吧？其他人呢？啊，是这样，咱们3兄弟和其他兄弟是分开进城。怎么，他们还没到你这儿？哎呀，说真格的，这里每天在我这醉月楼进进出出的男人这么多，还真就是没有见到你那些失散的弟兄来过。啊，可能是人生地不熟，还没找到醉月楼吧。哎，花姨，我听风尘双侠说这个顾大人的遗孤就在你们醉月楼里，能否让在下见见呀？这个人对他失散的弟兄毫不关心，对风尘双侠不闻也不问，却急着想知道人怨的下落，这似乎太不合常理了。花姨，您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向袁将军交代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实不相瞒，那孩子啊，已经离开了我们醉月楼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没能看住他。什么？顾大人的遗孤不见了？是啊，哎，他整天嚷嚷着说什么他是什么知礼上义的名门之后，待在醉月楼里有失了他的身份，所以前天晚上趁着我招呼生意忙，一时给疏忽了，就让他跑了。有这种事？我也已经派人到处去找了，可就是没找着。唉，我对不起袁将军，对不起顾大人呐。我们兄弟3人在这无锡城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跟着顾县城的遗孤又从未谋面，想要找到他这个人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要不这样吧，3位，不如就在我这醉月楼先住下，等你其他那些兄弟们在我这里聚齐了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毕竟人多好办事儿，也有个照应嘛。为今之计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义父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单独一个人来见我？孩儿不知。杨莲死了，还死得那么惨，你同情他，可
可怜他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孩儿没有。如真都已经告诉我了，说你在杨莲的尸体面前站了很久。这些本座都知道。孩儿不用说了，为父都明白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当年你师父战天云和杨莲情同手足。这一切都过去了。不，有些事情是永远也过不去的。我还听说，杨莲是你启蒙授业的恩师，就连你的名字都是他教会你写的，感情不浅呐。请义父切莫错怪了孩儿。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。若是义父不信，孩儿这就死在你面前。住手！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之。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？孩儿自幼随师父习武，由师父抚养成人，由义父栽培成才。红颜心中没有父母，只有师父和义父，所以师父和义父就是我的父亲。既然你也把我当成父亲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是伤了自己，岂不是不孝吗？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孝之人，更不愿意背负对义父不忠的罪名。你我虽非骨肉，亦无血缘，可是，在本座心里，你就是我的血脉，是我唯一的儿子，甚至比一个亲生儿子还要亲的儿子。这些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红颜承蒙义父厚爱，不敢须臾淡忘。那就好。况且，你我父子情深，本座怎么会怀疑你呢？你对本座的孝心，天上日月星辰可见，皇天厚土可查。可是，那杨莲毕竟是对你有恩，他这一死，想必你心里一定是不好受。你为之动容，本座能够理解。要是换了本座，我也会跟你一样的。